嘿，大家好，我係微光音樂嘅恩光。大家而家睇到我前面有堆咁多箱啦，咁呢個嘢到底係乜嘢呢？呢個就係我哋嘅 FeeDBady 環繞音響套組。咁呢套呢，從設計到最終嘅調校，到一路生產出嚟，我哋等咗1年幾。咁今日真係好興奮，攞到咗嘢咯，實際嘅嘢咧。咁啊，而家呢，就俾我哋一同嚟詳細咁開箱睇下呢款產品啦。我哋將從佢最初嘅組裝過程開始，一步步咁深入了解，直到最後全面體驗佢喺音質同埋整體聆聽感受上嘅卓越性能表現。而家就讓我哋一齊開始呢個激動人心嘅開箱之旅，為你呈現所有嘅細節吧。行，拆出嚟嘅話咧，大概就呢啲零件。咁呢度邊嘅零件咧，佢非常之我覺得簡約乾淨啊，然之後係非常嘅有質感嘅。咁我哋可以睇到有呢啲喇叭，好似一粒蛋嘅喇叭，呢個係我哋嘅主要嘅核心關鍵喺度。呢個喇叭其中之一啦。咁我哋總共有11粒喇叭，7.1.4嘛，所以有11粒喇叭近1粒重低音。咁重低音專屬嘅線啦。OK， 然後仲有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嘅腦帶，就係呢一台具有科技感嘅主機。咁後邊本身就係我哋嘅嗰個接孔啦。咁當然嘅話，每一個杆啊，佢其實咧都會有呢種穿孔啊。咁呢個穿孔咧，其實就係可以讓你嘅電線走喺裏邊，俾你唔會就咁掛喺外邊好醜嘅。所以咧，佢呢個設計咧係非常之正，亦都非常嘅穩固。然後底部咧亦都非常嘅具有設計感。所以我迫不及待咁想要將起嚟裝起嚟。等我哋一齊先嚟睇下裝起嚟會係咩樣子吧。Hi， 大家呢一套呢，而家睇到我身邊嘅就係我哋嘅 FeeDBady 環繞喇叭系統。咁大家睇到唔好小虧小，佢出嚟嘅音色仲有臨場感係非常之震撼，因為佢搭載嘅係 Editions 第4代 DSP 晶片。咁呢個晶片咧喺好多國際嘅知名嘅擴大機當中都使用同樣嘅晶片，然後呢個有超低嘅延遲同埋高精度嘅還原音場。所以咧代表 FeeDBady 呢一套系統咧雖然小虧小精巧，但係咧聲音絕對會讓你具有非常非常高嘅 CP 值。咁就可以睇到嘅話咧，天空嘅4粒喇叭，同埋後邊嘅後環、側環，仲埋前面嘅 LCR， 仲我哋下邊嘅重低音。咁呢邊嘅話咧，唔理係你喺小範圍，或者係你想要再大啲嘅大範圍咧，其實都好適用。咁我哋俾你哋個線咧，亦都係非常之足夠嘅。咁唔單止個包覆感咧，佢哋都非常之貼心喎。知道我哋玩遊戲啊、睇電影啊，一定都會想要飲料、食嘢。呢套仲附咗個非常之靚嘅木頭嘅小台，俾你能夠隨時可以放上任何嘢，遊戲手把啦、飲料啊等等。咁唔單止係咁呢，我哋仲針對3種不一樣嘅情景嚟幫你哋做調校嘅 EQ， 亦即係電影啊、音樂啦，同埋呢係遊戲，俾你喺呢3種唔同嘅模式下呢，都有非常好嘅環繞體驗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咁就唔多講啦，我要繼續玩啦，拜拜。其實今次 FeeDBady 喺我自己嘅體驗裏邊咧，我覺得喺音樂當中咧，佢亦都係蠻遵守 Dolby Atmos 嘅曲線，所以喺音樂裏邊你可以聽到最 standard 嘅一個環繞嘅體驗嘅感覺。喺電影嘅部分咧，我哋加強咗中央聲道嘅音量啦，我哋仲有喺成個後環以及天空嘅比例咧，我哋有做一啲調校啊，俾你喺整個喺特效以及喺對白上邊能夠有電影院嗰個環繞嘅沉浸感。咁啊喺額遊戲當中咧，我哋會比較着重加強喺音效同埋整體嘅包覆感。所以當你喺玩遊戲嘅時候，尤其是好似黑悟空啊，然後仲有好似嗰個 Silent Hills 啊嗰啲經典大作，佢個嗰種包覆感以及配樂啦，同埋甚至係音效啦，同埋環境嘅包覆感嘅細節會非常非常咁清楚。嗱，呢當中咧，即係我不斷去
試咗好多經典嘅，不管係電影也好、遊戲也好，當然係音樂也好，我哋都嘗試咗非常多嘅拗正，經過不斷咁嘗試。咁你哋而家手上攞到呢台呢，就係我哋最後大家最滿意嘅一個調整啦。咁呢一套嘅話呢，其實我個人認為呢係非常適合 YouTuber 以及 Gamer 好遊戲玩家。咁當然，如果話你今日自己住宿喺出邊，然後房間唔大呢，但係你好想要體驗環繞嘅感覺，又唔想嘈到人哋，咁呢套絕對係你嘅首選。咁再嚟就係話因為我哋個 Preamp 呢，其實唔好睇佢小台，事實上佢個推力亦都非常之足夠，所以你亦都可以將呢啲嘅喇叭呢換成額外嘅主動式喇叭，或者係額外嘅其他嘅喇叭，佢都推得喐。好，所以咧，其實你唔止係用原廠喇叭，你可以換成你自己中意嘅喇叭，亦都可以，所以擴充性非常嘅高。咁希望你哋會中意呢套 3D Buddy 嘅環繞喇叭系統。